华河尾顶个月16号发生惊险的车祸，一个10岁小男童要过大路，拢无咧看路，就直接冲过对面。结果一台2个人相载的机车，为着要闪这个小男童，紧急掠挡啊，全飞出去刹车，嘛弄着小男童。小男童甲骑士3个人拢受伤。小男童的家长伫附近咧卖咸酥鸡，赶到现场了后，敢若关心家己囡仔的状况，互民众质疑记载囡仔乌白乱撞。一个查某囡仔为店内走出来，经过停红灯的轿车，煞来直冲到对面的大路，有一台直行乌托摆想要挡袂牢，医院甲弄着坎。这个骑机车的人对乌托摆做伙出进前，后载的人消失伫镜头内。这查某囡仔被弄着了后，坐伫涂骹，看起来有惊到，搁爬起来了后坐伫路边。无偌久，大人赶紧赶过来。车祸发生伫顶个月16日，中华河尾镇的爱华路。这个囡仔是边仔店头家的囝。报文章的民众质疑讲，奈何囡仔冲去大路，这真危险。高社讲，这个囡仔家长当时毋若无去关心这个骑乌托邦人的伤势，佫讲伊的囡仔无冲出来。他是先关心他的小孩啊。对。我们客人是跟他讲，是你小孩害那个冲出来，对，害人家跌倒这样子。他又骂我们的客人说，叫我们的客人不要乱讲话啦。这个囡仔敢有冲出来，监视器画面看甲真清楚。大人顾在囡仔伫大路咧乌白撞，毋但囡仔受伤，嘛害骑乌托邦人甲后载人受伤。3人均为差错伤，驾驶酒测值为0。警方呼吁行人遵守法规，确实在斑马线上过马路，不任意闯红灯或穿越车道。加在骑乌托邦人反应有够紧，无正面去甲弄着，3人的伤势拢无算严重，相关车祸的肇事责任还佫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